已經提到台灣籍的日本人石坂民夫呢，是伫台中予中國籍摕香港護照的查甫人甲攻擊。這石坂民夫伊是呼籲咱政府着愛調查這案件背後敢有其他組織的介入，嘛着檢討入境的機制。因為民間團體也來呼籲政府愛強化反滲透法的防衛機制。在台灣的日本媒體人石坂民夫頂日在台中演講了後，予一個中國籍有香港護照的查甫人攻擊。嫌犯在犯案了後，佫要坐飛輪機人趕離境，加在佇登機進前，予警察撞到。代志發生了後，石坂民夫嘛佇面冊po文表示，台灣政府唔通把這件代志當作是一般的傷害案件，就要調查背後敢有組織介入，嘛應該檢討入境的安全機制，避免有人利用台灣開放佮自由的環境去犯案。中國伸黑手。台灣不低頭。那拜三有小黨佇立法院頭前開記者會，認為這個代志唔是單純的治安案件，譴責中國下國鎮壓，嘛強調台灣社會面對暴力袂退讓。常年用文字來批評中國威權的媒體人，但是卻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暴力的攻擊。出手的則是一名持有香港籍身份的廖姓男子，他把每一個環節都算計得非常清楚。就像是一套事前先演練過的行動。民團指出，中國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7月7日實施了後，外界就煩惱中國可能用新法甲批評中國海外人士施壓，甚至透過威脅、暴力等等的方式影響言論自由。針對這擺的攻擊案件，民團是呼籲檢調來釐清事件背後敢有人咧操作、出錢甲協助犯案。我們要全面檢討國門以及入境的審查。絕對不能再讓有心人士利用漏洞來殘害台灣的民主以及日常生活。立法院必須加速通過境外勢力代理人法，並且全面補強反滲透法，嚇阻力不足、過度依賴法官自由心證以及規範限縮的現況。民團嘛要求政府檢討入境審查國安機制，加強反滲透法的相關規範，強化反制境外勢力的力頭。總統府拜一嘛譴責中國，講這個案件是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實施了後頭一個發生在台灣有下經典嘛性質的暴力案件。案件背後敢有組織介入？目前司法單位正在調查。記者郭金陽、謝桂林台北報道。